台湾的薪水谈唔到经济成就，20年来薪水早得讲都冇起。仲有小观众表示，佢哋讲少就专业1万元的水台，两只手独立。假期做事，大部分员工2个到22K，相对很难出问题呢。 我是小胖潘怡芳，我跟大学篮球队的队友云乔一起创办了好时光。我们都爱运动，也发现身边很多女生朋友一样都想运动，但却常常因为找不到一起运动的朋友而无法持之以恒。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好时光透过将运动游戏化，并提供一个女生限定的运动平台，让大家有机会认识运动好朋友，改变刻板的印象。 体验快乐的运动时光。我们的实体空间于2016年3月正式开幕，让女孩们能有更丰富的课程选择。也希望在开幕后半年达到80%的满班率，带领更多女孩开心运动。我觉得创业就是在追求比完美更完美的过程。 照统计，台湾103年运通产业嘅总产值已经超过了1700亿台币嘅规模，攞5年前嘅98亿来比，差唔多有2倍嘅成长。故说，运通有限产业嘅市场对众多创业者来讲，应该係一個十分有發展嘅市場。韓國強調細妹嘅快樂運動為主嘅好時光新創團隊，雖然喺咁樣嘅情況下發展起來，不過頭下馬記得唔係想去做生意，係本地就青好運動嘅人哦。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今天参加的是双气杯，然后它是我们每一年就是横跨在将近10届的学姐学妹都会一起来打这场球赛。然后这些是我们就是年轻一代的在校生，他是我的那个同学，对，是同学。然后呢，看起来不太像中锋，但其实是中锋，非常的厉害。1、2、3，台大加油！ 當年5月底舉辦嘅雙喜比籃球賽，喺台大管管內畢業嘅小胖，興錯去參加嘅比賽，因為也唔但搶係佢哋內雙球隊嘅好姊好妹難得見面嘅機會。係那重要嘅係籃球賽係每個程度創業嘅盤，每場嘅基本嘢冇辦法向佢打球嘅好姊元朝。理由很丟臉，要講嗎？就是讓我在家奔跑踢到櫃子，然後腳就骨頭就裂掉了，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上場。打進去了，打進去了，有空就打這樣。元朝老小胖享用先後運動，佢咪因為運動比賽出題輸贏，係那重要嘅係比賽過程一種快樂嘅感覺。故所兩三人就變咗清河嘅盤，有幾條菜就有收賞。來了，揭曉了！揭曉哦！有禮物嗎？球鞋，球鞋。答案是終結王3號。因為我們當初那個比賽初衷嘛，就不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爭第1名。不然像我們參加過很多次的球賽，那也都看過，這個人有參加這個比賽。可是呢，我們常常都會用比較像是競爭者或是仇人的角色在看待。那可是如果說我們可以認識的話，那就有可以創造更多一起出去打球的機會。因為籃球本來就是一個團體的運動，是需要交朋友一起進行的。想為老一種快樂運動嘅想法做好。行動力挺強嘅小胖老元朝，就喺2013年舉辦嘅人生第1擺，結合快樂老趣味，咪係專門屬於細妹嘅好時光下一比籃球賽。我們當初會想要辦一個女生的籃球賽，其實一開始只是純粹覺得說，
就想要办一个有趣一点的比赛，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实力可能没有那么坚强，所以常常比赛的时候呢，只有打几场就回家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希望办一个就是符合我们需求的比赛，然后想说可以顺便赚一点钱这样，然后最难的就是把那些篮球员从那个观众席上逼下来，就是跳那个舞蹈，可是就大家后来也跳很开心，因为我们后来看那个照片，那画面都是很漂亮的。我觉得那初赛真的办得很成功，他们那次办的比赛是很强调要开心打球，所以他们中场，我记得中场玩了好几个小游戏，然后那小游戏就是让大家就是很开心，对，因为他办这个活动很成功，然后来参加的人的回馈也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之后会创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应该是鼓励他们这样。冇唔错。基勇士单枪透过沙球网站发消息，就上了50人咋，青校运动嘅社妹抢下来参加。据说比赛结束过后，大家都知道安尼身体当大爽。韩国发通重要嘅潜力，据说小胖老元朝决定继续经营一只线上好时光同乐会。韩国继续前冲天来办运动课程，要变做佢哋创业嘅开始。晚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训练，就是在板桥体育场进行这样子。那今天就是我们在做户外的跑步训练。那跑步其实也正好就是好时光一开始带给大家的一个运动啦，因为它其实门槛最低。那各个年龄层，可能从大学生或者到比较年长，比如说像妈妈等级，都可以用慢跑方式运动。然后呢，也是需要准备最少器材的一个方式，这样。好，下一个动作呢，待会我们踢屁股，后脚跟找屁股，连续，但是你的膝盖要往前提哦，不是完全往后高。晚照团喺好时光同乐会顺利过后，体育中课程形式，记得透过 Facebook 粉丝专页嘅宣传，攞到禮拜嘅限盤晚照，天天呢要累積出每少嘅細妹嘅粉絲。唔過，地位千泰嘅創意就係加入咧晚照教練，留運動地位嘅快樂，留專業，有海南神奇嘅結合。不要讓你的膝蓋瞬間的鎖死哦，起來，放鬆站直就好，起來，放鬆站直，可以哈。比較不一樣是，其實我們真的會找專業的教練帶大家做訓練，就是他們本身都是田徑選手出身的，那有這樣一個比較專業的經驗以及知識，才可以變化出更多比較有趣的一些訓練方式。2圈為一組，那我們今天原則上呢會做4組。所以總共會跑8圈。因為好時光嘛，就是純女生的運動設計。那我的學生全部都是女生。那他們整個在訓練的過程當中呢，其實女生比起可能有男生的話，會比較活潑一點。他們也互相加油打氣，這樣子，就是練習的狀況比較不會那麼沉悶。起來的時候，手要放你的膝蓋，要到膝蓋底端。對。板橋團有個最特別的學員，就是那個我母親這樣，她應該也參加過。我媽媽，母親鼓掌，對。好像好奇怪哦。不會，哪會很奇怪，很尊敬的感覺啊。就是以前媽媽就是從年輕都有在運動啦，就是自主的運動這樣。那真的會來好時光跑步，應該是為了來看看我這樣。其實因為我很鼓勵運動，你看我這種年紀的還有保持這樣不錯吧？都沒有贅肉哈，所以我每天一定運動這樣子。其實我很鼓勵我們這個年紀人也要組一團這樣子。我們這種年紀的，我很希望他也要組成一個媽媽團、貴婦團。唔過，線上粉絲大家人幫人，好時光晚照團對100人一下增加到300人咧，算係當有規模嘅業餘社團。唔過，啲快樂嘅後背，實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因為今日請來1250口嘅收費方式，就算會員人數增加按多，我有利潤還真件當難，也未係小胖嘅阿妹親手理嘅事情。因為他就是這個沒有賺到什麼錢，你根本沒有什麼收入吧？你這個玩什麼？哎，你一個台大畢業的，你不去念碩士啊？你最起碼到美國念書啊，最起碼念到碩士吧？他說我不要，我要先賺錢。對啊，我覺得小胖快哭了，他們要上課，有點擔心。做得賺到錢冇，當然就係錢現實嘅問題。尤其這樣時，元朝係用隻薪水當好嘅條路，請由小胖嘅聲音全線去做。
无怪小胖嘅阿妹会暗笑。虽然佢哋对西门嘅运通市场仲乐观，不过对慢走团影响嘅赚钱嘅问题，却始终无办法解决。一直到2014年代，佢哋派嚟只规模清太嘅816走，创下嚟4315交由强下慢走嘅纪录。按呢张本好时光有一只新嘅机会。 因为这个活动算是我们最多人数的一个活动，那除了在名声上面，就是有帮好时光稍微建立一点人气之外呢，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经验值大增啦。没有到说是赚大钱啊，但至少说有比较稳定的一些收入，可以帮助我们在下一年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改变跟一些创新。这样，我觉得也是可以让爸妈看到说，好像你以前好像就是在弄慢跑团嘛，可是至少这个活动啊，人也蛮多的，然后有上新闻，好像还有点搞头这样，不然就继续试试看这样。对，也是对自己还有对家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算是自信心的建立啊。好什么？意志力啊！耶816走一摆就本人所做注意，唔但抢本两上人有了信心。 运筹每几天要持条条路回心来做，天天开始还那多人，西门运通考场嘞。那我们这一堂课是拳击有氧，也是我们夏季班全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程安排？其实我们以前是从跑步的时候开始。那因为后来跑步，因为大家其实都会有肌力的需求，或是有氧的需求。因为其实光跑步你其实不会进步的。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发展成就是有室内的运动。我们在课程中会加非常多的互动的元素，因为主要是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你来，然后你没有交到朋友，然后再来就是说，朋友其实是你可以鼓励你来运动的动力的。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周可以维持1周的运动习惯。那如果有小组的这些朋友陪你说你今天怎么不来，可能小组一直 call 你来，你就会出现这样，也就是像现在的画面这样，大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在讨论，就是接下来我们的好时光挑战赛的东西。 来，第一组米奇举手，第二组 Ingrid 举手，好，第三组宝春。比讲用小组计划来强减大家嘅向心力，还个不断创新设计活动到考察，本好时光一直坚持嘅理念，运通是一件好搞嘅事情，也总算开始有了好嘅回馈。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整个环境就是非常欢乐，而且也都是女生，然后。算是我开始想要带大家运动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只教女生，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比较懂女人，然后你带她运动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跟她交流啊，然后我们在课堂中也可以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动作，我们可以非常释放我们内心的一些小别扭。我在这边上课快1年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是很期待来上课的时间，很欢乐，然后很开心，很轻松。 准备好，今天是什么 pose？ 美女是不是？好 ，OK， 谢谢。刚刚没有点名的，记得来找我哦。天天团员人数老满意图，引来引好，没成功打造出西门的专属快乐运动气氛。不过好时光，实一直冇办法行出本单运动社团的经营模式，也未表示能败唔会有很那好嘅理顺。 故所2、3年要面对清太嘅挑战，就是要解决无固定创体、老鼠费太大嘅问题，也要同时考验到2、3年之间嘅沟通、老想法嘅。我有个很大的心得是，我觉得做一件事情要做得顺利、做得好，就是跟谁一起做，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云桥就是在我们的默契，还有一个就是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就是气场上面是非常契合的啦。所以我们的伙伴关系是，其实我从一开始就蛮确定的这样。
其实我还蛮乐观的，然后可能我也会用我的乐观去影响，就是我身边的人啦。就是在创业中，你就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应该就是没有失败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定会把失败变成是胜利的方程式这样。我的个性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我好胜心还蛮强的，这部分应该跟小胖还蛮像。坚持与固执就是一线之间啦，对，有人说是坚持，可是大家不好的时候变成固执这样。那我有时候个性可能就在这条线中间就是游移这样，还是希望说自己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到被大家看到，然后做到算是成功这样。2015年，小胖喺元朝遇到有很多嘅發展資金。此前參加了教育部體育署辦嘅愛系運動創業家創業比賽，唔但搶大頭名，還拿到100萬創業獎金。故所佢就決定要攞獎金同自家所有賭嘅錢拿出來，真實在實體空間，對一下好時光，總算有一隻正經嘅家咧。因為我們辦公室的兩面呢，我們都設計成玻璃的樣子。它的好處就是我們隨時討論什麼事情就可以直接拿筆寫上去。那另外一個重點是因為其實玻璃的後面就是教室了，所以呢，通常如果晚上我們還在辦公室裡面的時候呢，就可以透過若隱若現的黑幕，看到說裡面學員上課的情況，還有說教練有沒有認真努力的上課，這樣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教室好了。那就交給雲喬來介紹一下。這裡是那個我們的韻律教室。那比較多上的就是比較不需要太多懸吊器材的一些課程，然後這個梁柱是我們特別自己就是用油漆畫的，那希望就是為這個教室帶來多一點的活潑色彩。然後呢，這邊就來到我們樂園的重頭戲，就是這一面彩繪牆。那這是我們請一個插畫家幫我們設計的，然後主要就是希望大家來的時候不會就是你一進門你就是冷冰冰的一個櫃檯。好，那這是我們另外一間教室。那這邊上課的內容主要就是以 TRX 懸吊師訓練為主。那什麼是 TRX 呢？就請雲喬來示範一下。我可以當學員，你可以當學員，是不是？對。其實它的特色是說，它可以自己控制這個訓練的難易度。譬如說你很厲害，你就可以將自己的身體做比較傾斜一點，對，可以再更傾斜一點。我無法，就可以再更傾斜一點。就是你如果非常厲害，那如果針對一般初學者比較剛入門的話，其實可以自己調整這個訓練，這樣對。好，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活動記錄的拍照牆，這樣我們就會把我們很多過去比較精彩的照片都放在這邊，然後也是傳達我們一個非常開心運動的理念。像這邊就是有我們之前在各個就是台北市不同的地區揪跑的一些活動記錄。那希望就是大家來這個地方，除了就是想要說在這邊運動之外，他也會想要跟我們一起去進行各種不同的就是社群交流的活動。我覺得我們跟女孩們之間的關係不僅只是，譬如說，商店與客人的關係，反而有時候很像朋友，像他們常常都會寫一些卡片啊，或者寫一些明信片給我們。那這時候我們就會把他們貼在這邊，然後也是常常可能工作很累，都會走出來看一下，可以提振一下精神，這樣。瘋狂粉絲的那個特地製作了小胖的肖像，然後在各大活動就把那貼在臉上啊，或者是貼在肩膀上，然後就是表達對於這個團長的支持。說的是我本人。看得出來，對自家藝術規劃設計打造出來嘅空間，佢哋係真歡喜，咩親有成就感。尤其係也理想嘅場地，每本好時光總算唔但搶係在啲名路上輩嘅運動社團天天咧。唔過裝潢嘅錢、昂貴嘅屋稅，再加上特產業固定嘅開銷，平常時樂觀嘅兩三年，一下咪無法度強勢去面對咧。就讓他落淚嘛，大家才會來啊！不能講太輕鬆，對啊，不能要眉頭深鎖。你要講嗎？還是我講？哦，可以，都可以了。你講啊。就是因為之前我們都是比較不固定場地，然後可能課程都是一季一季的，所以我們壓力來源其實就是每一季才會一開始的時候才會有壓力，因為我們每一季報名嘛。那就是搬到這邊來之後，就是每天都是壓力，因為每天我們都要付固定的租金，然後可能固定的人事開銷，然後變成說我們每天都在想很多各式各樣的行銷方案，去吸引更多人來注意這個地方，然後
喜欢跟我们一起在这边运动这样。你不用穿鞋啊！这蛋糕给你们的。给你们吃的。对。今晡日元朝嘅爷外帶定幾輪狗留小生來看見到。元朝嘅阿爸係大學教育內嘅女主任，元朝嘅阿妹係國中嘅教職。兩者雖然都對教育嘅服務，不過對每個嘅創業還係有完全冇共樣嘅想法。他們希望叫樂園，但是真的是樂園，因為他們就很開心，所以我們來的時候就很放鬆的。但是問題是，你自己覺得來很放鬆，但是被你看的人可能不太放鬆。沒錯，因為表示認同。啊，但是這個我們提到比如說你們最近經營怎麼樣，然後喬喬就會感覺說，哦，又來視察了，所以他是當做我們來視察，然後我們是當做來開心的看他們的各式各樣的活動，所以心態上會不太一樣，但是我們很愛來。就是可能没有实体套樂園，在虛擬的網絡上的樂園也是非常的活躍的，他都會幫我注意，就是粉絲團啊有哪一些回復沒有回應啊，或者說你這 po 文有錯字，就立刻電話就會響說，那第幾段第哪一個字要修改一下，然後我就會說哦，白總，你又打錯字，爸爸覺得粉絲團還沒有質感這樣。對，就是通常爸爸就是不管是在實體或虛擬，就任何方面都可以監控的很好這樣子。对，所以就是爸爸叫做网管嘛，对，媽媽就是負責那個搞笑的這樣，讓爸爸放鬆，不要再管就是我們的所有事情。我是氣質派的，不是。對，剛剛那一段也沒有說不進去嘛。對，媽媽就是比較不管事，就是讓爸爸放鬆心情，不要就是太擔心這個樂園的營運這樣子。元朝嘅爺外總係帶來小生，不過其實對元朝此條路來創業。元朝嘅阿爸心肝度還係真受理，佢雖然當然同何時講推廣社會運動嘅想法，未看到佢哋一段時間嘅投入和轉變，對元素嘅情形還係受騙咧。加後背。OK。其實說實在的，內心的感覺是複雜的，就是說，你一方面覺得他們佩服他們，就年輕人的衝勁，覺得感動。就是你可以看到年輕人圓夢的那個歷程，但是你又會害怕說，他如果搞砸了怎麼辦？但是我覺得開心多於焦慮，其實我心裡準備好了，隨時要收爛攤子。什麼東西？這樣講有點殘酷，但是對，萬一他們搞砸了，我願意為他們這個付出一切。就是需要幫他們什麼，我都願意做。即便我當了我的房子，或是我是真的這樣想，就我願意協助他們完成他們的夢想。我覺得年輕人的理想或是夢想，就是這個社會最大的資產。我另外一方面也有信心啊，就是說我覺得他們做任何事情規劃的都很周詳，所以可以不必太擔心。但是還是有擔心，沒有擔心。都拿進去，好複雜，我感覺到這樣。但因為爸爸就是本來就一直蠻擔心這種事情的，就是可能從一開始啊，就是說租金多少，然後一聽到就震驚，然後這有辦法嗎？然後再來說裝潢要花多少錢這樣子，就一直算了。然後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做這個決定，其實也沒有想到那個爸爸可以幫忙啊，就是只是想說以我跟小胖的能力就是可以的，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做出成績，然後讓就我身邊的人都很開心，然後自己可以很開心這樣子。做自家中意嘅事情係創業者心態嘅動力，不過快樂嘅後背就係現實嘅壓力。天頂實體空間產生出來係動態嘅開銷，一樣嘅尋到方法來解決，就係小胖老元朝一下千重要嘅考驗。女生的运动空间，这样可以参考一下。你们平常有在运动吗？楼上的。楼上的，
没有，我们在延吉街那里。对，然后这是课程资讯这样，然后我们反正手势体验是350。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出来发传单，所以我非常的紧张。我想要练习脸皮厚一点。等一下就看着我的 ，Hello， 要上镜头。好时光之前就书学业，都係意思社群網站上背人保人來吸收會員。不過有咧實體店面，小胖老元潮也還未開始行到街路，用面對面嘅方式接觸福建嘅新人客，來改變本地嘅招生模式。其實我們在來之前都有做過一點調查，那其實我們這邊正好介於有點像是住宅區跟商業區的交界，所以住在附近的居民嘛，會是很重要的，因為正好可以活化一些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多人潮的巔峰時段這樣子。對，那第二個就是附近的上班族。對街路嘅實際老人互動，小胖老元潮攏早就發現，呢邊嘅人行先至冇中樣，我要行得到嘅彈性老變通。故所佢哋臨時改變，重新設計課程，希望做得上到附近嘅上班族群。用同組協訓嘅時間來運通。OK， 好，準備好。1，再起來，幫我往後點站多一點點。好，幫我帶下。2。他們現在上的就是所謂的 TRX 的課程，它是把它縮減成40分鐘，所以變成說在這40分鐘呢，教練就要讓大家上班族有達到就是流汗的效果，然後回去上班又不會累，會精神非常的好。我們現在是每一天中午就是12點20到1點時段都有開課，那每一天晚上呢也從7點一直開課到大概9點10分，所以這樣加起來，每一天的課堂數大概有5堂左右。那到現在的話呢，雖然離我們目標還是有段距離，但至少有點比較穩定，而且有成長，大概40%的滿班率啦。其實我們每天大概都在想說要怎麼樣可以就從40變成80這樣。那從行銷觀點來講，就是大概從2個面向嘛。那第一個面向就是從口耳相傳，就是實體的那個互動上面。那虛擬的上面，就是我們就會從一些就是網絡廣告的操作去下手。我們也是最近也才找就是可能網絡代理商，然後一起來討論說我們現在目前網絡行銷這一塊可以再怎麼樣去做得更好，然後達成我們這個80%的這個目標。都沒放好。OK， 3、2、預備 ，Go！ 好時光 ，Good job！OK， 辛苦各位了。大擺課程結束，小胖老元潮聽說會主動留學員打嘴鼓，因為學員嘅想法就是未來修正課程重要嘅參考。好地記得堅持安尼嘅互動，但發現到好時光從事嘅團體互動，比新環境地位一槍都難做下去。之前那種大家一個班級的形式有點難以進行，那我們就開始讓大家可以就是一堂堂上課嘛。那這樣的方式呢，就產生了可能每一個班級的凝聚力，還有女孩們來這邊，因為每次接觸到的人都不太一樣。那他們就比較難去認識一起運動的好朋友，那變成是這件事情是我們絕對不能發生的。所以呢，現在就是很努力的，希望說怎麼樣可以把我們過去就是1、2年，就是塑造大家就是女生之間的互動這種方式，可以繼續延續在好時光延吉樂園這邊，會是接下來很大的一個重點。這樣。對籃球、慢走都有下嘅多元課程，好時光更強調嘅快樂運動，韓國打棒運動來認識新朋友。不過一下為到快速提升慢班率，讓嘅堅持理念就變咗一個千態嘅難題。故所記得今天拜訪嘅勇士，統一比賽認識嘅評審香港傅龍志，佢係一下兩岸3地千態運動平台嘅創辦人之一，咪係小胖老元潮親學嘅貴人。嗨，哇，好久不見啊！好久不見，怎麼樣？最近？還行，有這個月比較好了。因為你們以前都是在各地租場地嘛，而且成績也不算差哎。這你說一半以上不錯了啦。努力，怎麼每個月都好焦慮哦？因為每天吧。對，每天都好焦慮，怎麼沒有來預約這樣？以前都沒有這樣子過，以前想到創業都會這樣，就應該我跟 Eric 為什麼會一直不斷的在想新的東西，就是你永遠都覺得現在做得不夠好。可是你現在做的是的確是對的，因為你現在是推廣嘛，
所以有压力是一定的，有压力才会成长。所以你推广做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可以开始去切割你的族群，可以找一些比较就是区隔现在客群的老师啊，然后来再开一些专属班，这样你上课率应该就会提升。提升完之后，相对你就会对你的压力就比较减少，因为你们跟一般开教室不同，因为你属于社群性的。所以你在那个固定地方，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交流，别忘了利用那个场地，平常空余的场地来去做一些交流的事情，我觉得这会是好的，那个才是你们的特色。庆阳喺创业年，上個當傾聽小胖老元朝認真嘅精神，故所唔但請本記到青島行銷送播嘅建議，俾當獻老記到分享資源，韓國第7家嘅平台送播，俾提供咧老好時光共下合作嘅機會。當時很欣賞他們是，我覺得他現在透過社群，他們在商品的設計上面，我覺得是很特殊的。透過女性的這個群聚，大家認同他們這個團體，而且很吸引女性，而且在這個運動族群上面是有區隔的。因為我們自己比較偏向於男性，雖然我們的族群男女都有，只是我們做的是非常陽剛的。但我們看了他們東西，我們覺得事實上可以跟我們一起結合，我們就欠缺這種單純女性運動這一塊，所以在他們的商品的這個結合上面，我們也想要跟他一起做合作。但是我覺得他們最好的是，他們是在這個女性的運動族群這個社群上面屬於領導，反而他上課固定之後，他應該還是要去把他社群在這上面能夠發揚光大，因為這個影響力其實大過於你在這邊上課的這個收課程的這些費用。身體要平衡哦。好，吸一口氣，停在這裡不動，吐氣，上半身幫我往右，從腰椎開始做扭轉，腰胸頭。安樣嘅提升慢慢啲，雖然本人當急，不過一下還有一隻一定條件嘅問題要解決，佢就係教練好點點嘅，怎冇去做咧？故所請新嘅教練，當然係挺重要嘅事情。要本小胖知道影視送播嘅變化，要係未來挺錯嘅面對嘅問題。最近有個教練，他正好要離開啦。那其實雖然說他經驗沒有那麼夠，但我們覺得他蠻有心去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就開了蠻多班級讓他去嘗試。那後來他可能發現有更好的機會，那甚至有其他的地方可以 offer 更高的薪水，那他之後就會離開。那對我們來說，其實也是。我覺得這種事情發生是難免啦，但是有時候說離開的方式怎麼樣，我覺得是蠻重要的。如果說當做一個跳板跳得太明顯的話，我們當然在內心也會有點，怎麼會這樣子，有點小小的傷心。好嘅教練係課堂嘅靈魂，不過啲好時講，專業知識同技巧才係基本嘅，因為係那重要嘅係慶陽有一隻熱情好教嘅心。雖然形勢嘅變化東南平面，不過啲前線嘅教練時節，小胖慶陽很用很多嘅時間，多攞幾講法，多看咩實際去體驗。我們在安排新教練試教的時候啊，那除了我自己會下去上之外，也會找就是3到4個學生一起 join。那這個目的當然有2個，找學生加入，我可以看出說這個教練在教可能對於這個運動完全沒有接觸的新人的時候，是怎麼樣從講解，然後帶他入門進去的方式怎麼進行。那另外的話，當然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好時光比較希望看到是團體的一個氣氛嘛，所以在人數夠的情況下，我是蠻想要去看說這個教練是怎麼樣去帶出這個團隊還有團體課程的一個氣氛啊。然後比較重要的是視線是在大概前面往下一點點，可以嗎？前面看得到自己以及旁邊看得到自己，然後你要想象一下你的後面，你的後腦勺。好，那你平常有在教哪一些課程嘛？主要還是教皮拉提斯，然後也有在教 TRS 懸吊的部分。所以你教的學生的年齡層大概橫跨，比較小的小孩子也來，然後到最老的大概最年長大概70幾歲都有。今天試教的一個結果，那動作講解上面，我覺得算是講解的蠻細的、蠻清楚的。可是，在整個氣氛的掌握度是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因為其實好時光是需要可能比較活潑跟歡樂的一個氣氛，這樣，所以這2點上面，我覺得是可以再加強的。所以我會建議之後就是有時間的話，可以來跟就是我們教練課去了解他們是怎麼樣去帶整個氣氛，還有動作和訓練的這樣。
夹这个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连想都不用想，你就可以直接夹。你就同一个动作，然后再加这个，只是一样动作换难度嘛，对吧？这样不稳定。对，这样就是做，然后可能他再做完这一套，再开发出有创意又有神奇嘅新课程，咩好时光引起强化嘅重点。故所今位小胖老元潮要超力嘅教练，希望大王大家嘅创意交流，跟行业规嘅课程有新嘅卖点，创造出无相样嘅话题。加速，再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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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用力推拉，对，很好，继续 ，OK。我感受到了，教练。就是教你拿。觉得手有点酸，可是好像应该就是核心也要用力。我们应该就是这里的课程就是2个月会排1次嘛，所以我们大概每2个月就会开始看一下可能过去2个月开课的状况。那可能有一些开课状况不太理想，我们就会想说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然后我们会开始找一些新的东西。那新的东西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方向的乱找，那可能是我们在课程中都会跟女孩们聊天，那女孩就会说，可能她觉得我们这边少了什么样的课程，那我们就会尽量就是去符合大家的需求，然后去想说，如果做一些比较有趣的搭配，这样的课程是不是 OK 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这边的课程是可以跟其他地方有些不一样、有些区别，然后让大家觉得是比较有趣，然后又是比较多元的这样子。为了爱人来上课，每本同业之间感情很好，团队要引有新的想法，也是天初会做到的。不过有上时，阿瑞太太头脑没被打结，转不过来，一段时间就会往一张比赛，往一张扑跳。小胖一自家就有很好的选择。为什么想要学打拳？因为以前都觉得，应该说我蛮喜欢去尝试不同的运动啦。那以前小时候就是学生时期，其实就蛮想要玩看拳击这个运动，觉得它是蛮可以消耗很多体能。因为我很喜欢运动的时候是非常的，就是练到精疲力尽这样。我觉得拳击是一个好像很好放空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自己抽离工作的那个心思，就完全不要想工作的事情这样。我觉得一天中如果有一点点时间是可以放空一下的话，其实会有更多的想法，就是想法产出啦。那我当然希望，譬如说我3天就可以让自己稍微进入一下这样放空的情绪里面，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频率。随时都得本自家保持清楚嘅头脑，像係创业者伫面对大众家庭嘅很好嘅武器。打拳唔但將本小胖有很好嘅創業狀態，而還靠到咧四級健身體適能教練執照，本自家伫創業嘅條路有很啊專業嘅形象。嗨 ，Hello Stevie，你们最近有什么新的那个布吗？有，电话里我们有稍微讨论过。那我准备一些样品。好啊，我们看一下。为了开发很啊多嘅收入來源，或是講自家做咧同運動相關嘅自由服飾品牌。元朝今日來拜訪嘅就係老幾條長期合作嘅廠商，希望透過幾條嘅專業，開發出有質感和個合乎潮流嘅紀念商品。我最近看那个就网络上看到，就是类似这一种花色的。对，最近很流行这种鲜艳的那种热带的感觉。对啊，因为我们刚好就是这一季，我就有做文宣的时候有找到这个素材。然后在想说，因为我之前跟小胖一直还蛮想要做，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接受度高不高。我觉得应该是蛮不错的。真的哦。对。可是不知道这种有没有就是比较排汗的材质。可以啊，我们先看一些布料，说不定可以应用得上。好。过去服务这种小型社团或小品牌的公司，通常都是制服公司啦，他们都是固定的布料版型跟印刷方式，那比较没有那个弹性。那我们过去的背景是帮一些国际品牌，做 ODM、OEM 的，我们会想要跟台湾在地的品牌或者是社团配合的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真的做到在地化，然后了解客人或者是当地的需要。然后提供合适的商品和那个设计这样子。
其实，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是有蛮多火花的。因为如果是就是一般其他制服公司，就是你拿一个图样给他，就把印在上面，就是这样就解决了。那其实，在Brand这边可以做很多弹性的调整，例如说版型啊，然后想要什么颜色啊，例如说我今天就想我身上穿的，可能我突然想要一个麻花的布料，然后就请就是 Brand 帮我们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布料，然后就可以有还蛮多新的想法。亮莎出台的自有品牌或是嘅开发商杯，用嚟同步成立。其实，咩从来唔用睇搭做无共用形式嘅合作方式。就像根本嘅小胖难言通马，自家来到教活美容站嚟做报告，希望都得发展到企业合作嘅可能。哎，经理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好时光的小胖。你好，我是蓝雅。你好，你好。我是 Kathy。你好。你好。我们是好时光，然后我们是好时光运动乐园。那之所以叫好时光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只收女生，就是女家子，所以是好这样。对，然后。当佢开会嘅亮莎，就是公司嘅公关经理老夫委会嘅委员。小胖唔单唱设计了好时光嘅理念，还有一点重要嘅就是合作模式老收费嘅方法。以报告嘅时节做出嚟好时光，坚持嘅快乐气氛，业务正经友好。特别的忧郁。对。然后它就是比较优惠。就我每个都上过，但每个都只上一次。或者看了课表，就每个都想上，都还是不知道要上哪一个。每个都想上。我们就每个月会推出那个不同星座的方案，这样好有趣哦。其实对我们公司来说还蛮适合的，因为我们就是本身就有自己的妇委会，然后好时光我觉得他们还蛮有弹性的，而且其实因为我们公司的女生很多，所以好时光真的很适合来我们公司来办一个这样的体验营。他们是真的站在就是想要运动的人的角度，帮他们想说他们需要的方案是什么样子。因为平常一般的健身房，它的收费不会这么单纯，对，那他们的话就是 CP 值很高。我自己好，这样我老实说，我自己还没有生小孩之前的时候，我是有运动习惯，但后来因为生完小孩，然后生完更荒废，因为没有时间运动，对啊，所以其实还蛮希望赶快再重拾运动的生活，对，但是需要机缘。谢谢，谢谢，感谢你今天来分享。不会的，谢谢，谢谢，拜拜，拜拜。不管合作或成功冇，都得行出新的一步，都本创业对定成功嘅方向行过去咧。不过就喺一种当然无限汽车嘅热力当中，好时光其中因素嘅重要时节未来咧。Hello， 有没有人还没有报到的？今天是我们就是好时光夏季班的挑战日。其实是因为我们每一季的训练大概都12周，那我们不希望女孩其实在这12周里面常常会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所以我们其实有设定一些关卡和指令动作，让大家可以实际去检测。所以简单说呢，这个挑战日就是让女孩们去检视自己有没有进步。第二件事情就是跟其他不同班级的女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机会。第92屆第100屆呢好時光夏日挑戰賽，正經嘅目的就係本平常時分散啲無共用嘅訓練場地嘅學員，有機會持續向下認識共用校運動嘅新朋友，大家都全力表現出平常時訓練嘅成果。韓國人日會喺實體教室開幕到見年輕多輕快樂嘅時節。我是2014年參加好時光，那我現在目前是負責週6新莊激勵班的班長，我叫莎拉王菲。我們今天拿到團體獎第1名，新莊太讚了。今天覺得就是挑戰賽，意外的覺得自己比以前表現得好，對，有真的有測出自己有進步的地方，所以還蠻感謝好時光他們舉辦這個挑戰賽。可是我更希望更多的女孩子可以來這邊就是展現自己平常愛運動的最漂亮的一面。好時光挑戰賽，加油！
8日挑战赛喺小场中结束咧，并表示好时光悄悄地离开社团营运模式，转型变做实体运动教室。渐渐的，没有半年嘅时间咧，一刻嘅慢办理，敢有达成这样时设定嘅目标呢？现在大概也是8月底嘛，然后也过完了整个暑假。那跟我们当初制定的目标，就是开班率80%这个目标，目前根据我们上课的情况，其实是没有达到的。这样，那当然内心还是有点可惜啦，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有发现，其实以开班率来说是有上升的，而且总体的上课人数也是有提升的。那这次开班率可以提升，其实因为中午的时段，我们也是有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例如说一个价格，它就是可以吃到饱这样子，所以这方面其实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客源，然后也是让中午的时段就是可以吸引到更多，例如说附近啊或者学生这样的族群，所以开班率有一部分可能是归功于这个部分啦。虽然冇达成目标，不过啲小胖老源头新冠度一直都懂清楚自家创业嘅想法。就是要带领所有嘅小妹快乐运通。故所面对接下来嘅创业之路，佢哋唔單止冇實質，連都有咧很多嘅想法。我自己是对于运动产业是蛮有信心的，然后我每一次可能都可以从运动中可以获得一些蛮正面的能量。那我相信就是每一个只要你愿意就是踏出这一步的人，对于运动一定都可以上瘾着迷，然后可以让就是运动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形式就是帮助透过快乐跟开心的方式让女孩们运动，这条路一定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更重要应该是说要把我们一直很想要去创造这种社群的感觉，包含线下还有线上这些部分的串联。那我们两个接下来会去做一些，譬如说运动影音的部分，让可能没办法来实体运动的人，可以透过线上的部分来真的是加入好时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平台，跟大家互动这样。对明路超然期盼嘅體重籃球賽，都也係有咧自家嘅實體教室。小胖老元朝一直都對自家嘅理想到現實地位綁太索，不過佢哋啲要賺到錢，可能唔係現時青創業嘅目標。點到唔求清潔，強求清快樂，但係佢哋要繼續堅持嘅價值。創業就係對嘅份夢想嘅堅持啊！咩期望呢樣嘅創業細胞嘅堅持？有一日，就嚟打造出幾條新冠度清涼嘅好時光。